三一公，三加前轮一公，三加负前轮一公，三加各等于一公，分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三加前轮一公，三加负前轮一公，三加各等于一公。刚开始像地朗猛行3公里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1公，分到1公，再1公，3 1公。请负前轮石碑前到1公，分到1公，负前轮完，请坐下。应该是怎么样？各位早上，有请各位来见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所以呢，那今天我到电话以及电话不是打电话，那后面你们怎样？你有这个前面的对方当然都有些电话语气，是我们开始的。那你说优秀面对的解决小，当中无一个是小，咱唔是真正，伊是变就是变高快，是换法，所以这个变化是这个是事实。所以事实的道理，唔是用一般这个跟事实变化无效，所以咱想，咱了解数理中间。一切规划，拢总无是实体物件。即种就是咧来讲，即个道理。那当然，讲到另外20分，一定来讲，就讲因为32分，对何变数，31分的对叫对何考一些。你讲到的时阵即个32分来讲对何变数，这2分是咱好进行讲收缩掉。就旁边这个先一条会的数学点那个问题，那他怎么会因为东西不和一些一家一起的价，当然数学点某个问题，数学点它任何问题说温和因素温和这是因为当然数学点这样子才行。但是不得，伊嘛要跟数学点那个对标的证出来，所以得你经过给3分来成轻松很多。我讲数学点做模式模式，应用是以前所有一切就是咱那边是看贡献，因公平的对咱对咱怎样一个就是不能一组一些。但是不得太一切数学的就讲做模式应用是一些，所以不得就对小了的给入一些的那个解释。那因为咱怎样这条线它的流水，咱的这条线的安全流水，那当然到32分的对结束。是阮在不得用到这个土地用到31分这个进点积分来公平不能按住金线32分不能它一些讲。那因为跟讲，因为都是按照用这个做一个做一个修的结束，当
当然，新闻结束的内底当中，伊就开始起头，伊就从3000、1000，伊就5量开始7本，乃至数理电子开始算，开始变算，这个这个是做生物理，这个有9日满，这个5量开始这个世界7本先过世，这段就是讲。咱唔好早头讲，即款就讲，即叫做是世界观。无论你对外界嘅所有嘅贡献，拢对应着即个用先能做成努力法，互提升资金乃至数据受到互相有计算，拢袂当无比喻即个较深。因为这两项。先分到开始就变这两方面，就是即来讲，我怎讲起来，咱得到这个清净这个净法，清净的净法，就是因为无对什么叫秘密代替，那因为世间，你个无论哪种物件，3000、2000的世界7本，也无少数7本。所以，拢袂当的是比着受其互相刺激，乃至顺德其他人生较深。因为当然，因为要结束以前，先有这两盘出来做一个较量，按讲对啦，伊就是要叫你叫你研究一真的法界。按讲对，咱若一真的法界无入，你伫一切事实的内底当中，拢总是一个对法。迄种对法，所以这个当中呢，伊就已经做一个较量出来，这是属于说为人演算的基于性必然，为人演算基于性必然。那当然，这道理咱进行一个讨论进行讨论。咱今日应该是透过这段这段呢跟大家温和为人演算，温和为人演算。不出于形，如如不动。这是一个咱两者是一个点，一个题目。温和为人演算，当然，咱无差咱能够报道。因为阿罗汉，伊就是为人演算，无大法有情。阿罗汉，伊就是叫做道汉。那道汉，伊就是修伊自己，无道法有言，无道法有情救生。当然，阿罗汉是因为伊今日若要道法救生，因为恐惊，因为伊的意见无够，甚至道法救生，因为伊要救生跑落去。所以阿罗汉因为伊选择是道生一性，以外表成天堂，所以阿罗汉。那无标准天下无力，但是呢，因风景的内底当中，这是一种讲菩萨一生的意义。伊呢，讲呢，有人受其特殊处境，乃至于所一定为他人演算，为他人演算。这两个不出于想，如不动。这是性癖。我们性对于有3000、4000世界先进。无量阿经里面，这7本的这个有形的这个经历在后的较深。因为什么原因？因为这个叫做菩萨。那菩萨当然伊的意见，只是咱讲的是非常的大啦所以这道理就无变化。温和为人演算，当然，伊个今仔来怎样？你为人演算，这个人才会简单。就是以前那个物件，因为伊讲个物件毋免咱演算，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讲你要为人演算，但是因为其实众生有个问题，众生来克问题，咱有法度回答众生的问题有法度让众生。面对着你的时阵，你有当看这个众生。比如讲，今日是老师，伊
的价钱，但是价钱是传到市场开的，但是因为老师变成你学习的问题，让你学习甚至你拿出甚至真正到迄个意见，然配合着学习所问的问题。哦，这是一个真正重要。啊，一个必须你无到迄个境界，哦，你要要重新计算，做不得的金光经，咱是掌握咱看到，哦，这个要当着如来阿妙得三个三方面。如果你今日若有你了解到不得的无上正定境界，你免当得当着无人一样。所以后壁有一句讲，用小者即条五件流变，正心件实则件，即有出于不灵也是不相。所以不得你去看我的看是清楚。用到小者，如果今日咱受到热消化者，消化就是修行法，还是这个天人法，咱学的是学这物件，但是我请这问。天地法，我都把阿罗汉开始有阿罗汉，我都能把迄个笔记本，甚至颠倒菩萨这点人开始无，颠倒菩萨这点人我都把菩萨开始无，菩萨伊个我都把佛开始无。哦，这就是一个实在，你有人演说，你若无进到迄个意境当中，叫咱演说。这一个问题就是讲，今日若佛，伊有法度人讲，菩萨开始无？伊我著把笔记开到，颠倒菩萨开始无？伊我著阿罗汉，伊我著必须正经开始有。所以这个佛的意见，所以讲为人演说的对嘛？但是这个人，因为伊咱有了解，这个人伊若有了解，目的事情空，法定事情空。甚至讲到空间事情来空，这个人你要安怎去为这个众生开始说法？所以你这个人呢，就是一定要不处于小。当然，咱知影阿罗汉，我向人向众生这个说是的，但是菩萨因为他定事情，我向人向众生事实空。所以咱念经佛经，咱念对啦，咱就听见用心处想。这叫默言众生实相，欲出法相，这叫默言众生实相。为何欲出法相，这叫默言众生实相？是我变之法，变之法。好，如来所说，逆力经地我所法，如法如教法相，法相定下不空法。而这法会应该有因佛经的正信这个体会来对。一定我做尝试。那因为伊人讲到着这个应望以及讲到这个菩萨，你今日你讲这个为人演说，你若当处理上，你若心无安全的好势，我请你讲，咱今日你就免开大车，你要叫一个去开大车，你会当开去。你袂当开班车，你袂当开班车，你要去开班车。你会当负责。好，你袂晓开游览车，你要开游览车，你会当负责。所以伊各方伊面工听爱连出，伊迄工当中爱连出。所以这辆车开起来当中变作自由，变作自然。哎，这辆车开起来你会惊，这无小啥道理。这话吼，对大小对吼，当开车是有点困难，因为伊为了到底，伊到起来。甚至伊个不是讲伊个开袂惊，伊个一直有个。这款人你绝对唔好开车，你有开车，这架车绝对先啦，伊开这架车会惊，就代表因为伊这架车控制不住。你若要继续开落，人来说，意思就来讲，你今日若开一架班车，你开这班车，你开起来，你迄个弯道，你个角度，你袂当开个足自由。咱要开了足自由当中，班车是30尺长，30尺伊开个迄后当中，伊开什么大
家小学，伊咧管甲，伊做一个等落伊亲自，迄叫做自主不动。迄不处理上，迄袂今仔日袂用，迄只伊哩迄只车，伊有法度控制迄只车，袂用去当势。即个公车开起来是即个问题。那如果你只公车开起来，你家己甲无良做，甚至你要去到中海关，你毋知影爱开什么，你即只车开起来出问题，我是无。那用着即个开大客车、推板车、甲开车这来做比喻。咱嘛是一台车，好，咱嘛个别嘛是一台车。因为你是有车、白有车，你是大车，你是小车，这是分做大小车。咱讲者，咱个别的意见赞成，咱个别意见赞成，咱今日这个当公司嘛，咱今日会当说什么道，咱今日咱为什么重心的所在？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物件，所以金光经这段话，就是来讲，因为大家不出微笑，你有法度如如不动，这几句的意境来讲起来，这虽然讲这几句，你要有一选你不出微笑，你如如不动，不出微笑，这不出我想你就基本是假设，我定数学嘛，我定数学嘛，空定数学你能够砍掉。这个地方实际物件，无实际的物件当中，绝对无能讲这个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也阿罗汉伊讲的咧吼，就是这个样。所以阿罗汉伊莫定数学伊空，法定数学伊空，所以阿罗汉就是这法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，伊就讲不出于相，这点是讲菩萨的意见。如如不动，那这个人那是真正你所发的过程内底当中。无向一切这个人去甲办法，咱知影？因为做者讲书，那你一般做者人咧讲咧到底，我惊死！我当逐口如如不动，我当逐口拢袂接受，无我想，无法想，无真正你答对，咱去真正是安怎咱会安尼？因为咱无同逐口如如不动，咱目睭以上。伊若讲，人讲，我今日若真正我当做20人车，啊做10人车，你用来分100个人来，我话你就是错你干。伊若讲，你无迄个马，你无迄个能力。咱今日你若，你有法当做20个，你要做10个车，你两个，你若我做20个车，你讲我100个公司。你若做30个车，你就麻烦；你若做50个车，你就更加麻烦。咁是安尼，这个道理就来讲，你要达到最上，就是讲，你偌济人来，无论你不道理什么发挥，不道理什么环境，啊什么表述，啊众生面望的什么话，伊拢就是如如不动，伊拢就是应其所法，伊拢是原其道法，原其所教。所以呢。咱一定要了解，你要达到如如不动，要达到如如不动，咱知影，一个讲师，伊若讲到出神入化，伊嘛毋知我一起开，伊嘛毋知我一起来台顶，要讲我这个人听。真正若讲到出神入化，伊嘛毋知我伊今日讲我这个人听。伊讲的一直咧讲伊的整个理论，2点钟。3点钟，啊，时间在跑，我无去讲个了。伊讲个当中，伊讲个内底当中，整个理论咧行的时阵，迄其实毋是伊个人的思想力，迄个人力流动，人力进行啊，天理的流动啊。迄其实含天要讲啊，迄种不出于上人咧，我叫外口一切上法条咧，迄讲的如如不动，伊迄个讲的内底。你嘛无今日去，嘛无讲7点人咧甲你看，咱就看到迄个真过去的迄个所以迄个大车真正老百发生咧笑我，徛伫迄个港台吼，徛伫迄演笑台内底当中，伊经常讲足趣的，因为迄场面看者，迄场嘛笑，
但是伊个音调、伊个音符，甲因为伊个名曲杀掉，所以伊咧唱一个话剧，迄是种安怎个代志？伊嘛无可能咧唱我，但是愈一个人愈好，你若是个有场面的歌唱比赛，你肯定看卖。较早我伫个书店咧听到伊咧走的时阵，迄种叶子叫员工咧讲花钱，哦，迄维基到底，唱到底，迄唔做音的，迄蔡音的，蔡音甲做音是啥物？哦，迄真正为，观音咧，惊观音讲顶袂起咧，顶袂起歹个，哦，迄味曲当中会当看出着，咱一个人本身真正是。迄敢有趣味性，迄敢有不同，迄种叫做拍。